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公告，酒甲7种癌症有关系。咱的卫福部嘛统计，啉酒唔但较高得癌，恐惊嘛会予忧郁症恶化。为着要鼓励民众戒酒，大家会当去全台湾138间指定的戒酒机构，用专业的治疗来戒酒，而且一个人一档有4万的补助。无用一天，未少上班族会伫下班了后啉一杯酒来疏解压力。不过，医师警告，啉酒可能对健康有害，因为酒精伫肝代谢了后会分解做乙醛。那乙醛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告的致癌物质之一。目前已经知影酒精甲食道癌、肝癌、大肠癌等7种癌症有关系。从喝下去开始呢，从食道、胃、肝。胆、胰脏都会有一些状况，那甚至呢，对脑也会有问题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台湾当年酒精相关医疗支出达到36亿台票，整体经济损失达到534亿。而且上新调查发现，台湾有5半数民众基因欠乙醛气氢酶，无法度有效代谢酒精，佮叫做酒精不耐症，只要啉一杯酒，都会暴露伫致癌风险。喝酒脸事实上就是代表你有酒精不耐症，你的乙醛没有办法代谢掉，那个乙醛就是破坏你的细胞，破坏你的 DNA， 然后让你生病。让你得到癌症。一般人如果到这个我们签约的138家戒酒的机构求助，那最高每人可以得到4万块的戒酒的补助。卫福部强调，酒精唔但是会增加癌症风险，也会造成忧郁症恶化、自杀风险升悬。为了降低戒酒民众就医经济负担，去年底扩大推动戒酒治疗费用补助，每人逐年上悬会当有4万补助，呼吁有问题性啉酒也是戒酒民众勇敢寻求专业协助，重新救回健康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